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2日。马太福音5章16节安尼讲：安尼，你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因光，互恁伫天里的爸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有好所行，亲像光照伫人的面前的天爸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大地，你用你的智慧坚固世界，用聪明天开穹苍。主啊，无啥物话比评得你，独独你最大，你的名大，阁有能力。主啊！愿感谢你，伫阮的生命中不断施落你的恩典，互阮通伫恩典中来经历你同在的美妙。主啊，你是世界的光。照光伫黑暗，互人得到生命。求你互阮常常甲你结连，互你的光充满阮。求你互阮伫言语、行为、心思意念，拢显出你的疼甲真理，因为你爱阮，将光照伫人的面前，互人看见阮的好所行，来归荣光互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